弟兄姊妹大家好，又嚟到每週活潑的生命嘅分享。今日嘅經文選段呢，就係喺馬太福音5章1至16節，而今日嘅金句呢，就係喺馬太福音5章16節嘅。我哋都一同去先讀出今日嘅金句啊！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喺馬太福音第5章成段嘅經文裏邊呢，其實一開頭呢，就係大家好熟悉嘅八福，就係主耶穌去到山上，就係同人去分享八福有福嘅人唔同嘅特質，同埋佢哋係必得見上帝，同埋同上帝去親近嘅。跟住其後主耶穌就係分享光同埋鹽。咁今日嘅金句就係主要集中係喺光呢一個嘅比喻呢個喻體嘅當中。而其實喺兩段嘅經文裏邊呢，中間就係喺11啦、12節嗰度講到，人若因我去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嘅賞賜係大嘅。在你們以前嘅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其實係好特別嘅，喺主耶穌去分享八福同埋光和鹽嘅中間，其實正正就係去同一班嘅門徒啦，一班跟隨佢想聽佢道理嘅人，去講出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在於係無論以前跟隨主嘅人，即係係親身聽到主道理嘅人，又或者係今日我哋係同樣跟隨主嘅信徒都好，其實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甚或係以往其實門徒啊跟隨主嘅人，佢哋或許都會經歷即係遭遇到逼迫啊、困難啊等等。其實今日我哋同樣都係有機會會遇到呢一啲嘅經歷同埋呢啲嘅事情，但係主其實係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同埋應許就係信佢嘅人係世上嘅鹽啦，喺第13節，而14節就係我哋係世上嘅光。而我哋今日喺主嘅裏面去領受咗呢個光，我哋先去接受咗主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救主，而呢個嘅光係照進咗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就好似一塊鏡咁樣去反射翻呢一個嘅光去照向世界。當中可能係會有困難，係會有逼迫，但係我哋卻係要堅持將呢個光去照向呢個嘅黑暗嘅世代，呢個嘅世界。今日我哋可能望到新聞，望到世界各地，望到可能我哋身處嘅職場啊、生活嘅環境等等，可能身邊嘅人都會遇到好多嘅困難，或者我哋自己都會遇到一啲困難。但係我哋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可以將主呢個嘅愛，同埋就係將主去先照喺我哋生命呢個嘅真光，就係去反照反射翻俾身邊嘅人，讓身邊有需要嘅人都可以認識主，跟隨主。就好似今日呢個嘅金句所講咁樣，你們嘅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即係身邊嘅人啦，可能有需要嘅人，或者係未信主嘅人，看見你們嘅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都盼望今日嘅金句都成為咧你同我喺生活上一啲嘅少少嘅勉勵，鼓勵你繼續使用活潑的生命月刊裏邊更多嘅內容，成為你個人嘅靈修、讀經以及小組分享嘅材料。如果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助你，邀請你去訂閱、讚好同埋分享啊！一齊以神嘅話語活出活潑的生命。